收看台视闽南语连续剧《查某头家》。日头出来照着阮，予阮想起伊像百分安慰阮，粉红的嘴唇，彼蕊伸出真正水，纯情的心，沉醉在爱的河边，有人笑阮戆大台，我是真正爱着伊，不敢讲出嘴，望伊了解阮的心，月流也笑阮，爱伊是不变的心，沉醉的爱。哥，是发生啥代志啦？你看嘞，为什么不爱做啊？我嘛唔知啊，我拄仔要甲问的时阵，伊电话就挂掉啊啦。哎呦，你敢要去看卖咧？我感觉吼，代志那真严重呢。我若去，啊，才会火是谁要送啦？我啊，哎呀，袂要紧啦，拢是细份的啊，啊，搁有电梯通坐，我有法的啦。你赶紧去啦，紧啦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赶紧去啦。啊是咪啊？你想去送，我会袂放心啦。哎呦，你跟我去，你就会放心心。春秀啊，迄边你敢袂挂念？搁再讲，我嘛想要知影伊无爱做的原因啊。紧去啦！哎呦，你莫丢赌啊，你去啦！你哦，平常时啊恰袂袂啊，正拄代志的时阵，你搁即项捌大日死呢。我这做哥哥的哦，实在替你无法的啦。这边，中哥，阿中啊，嘿，你哪来啦？你应该咧台湾做生意，毋是？这啦。一平，是的啦，我失败啊！失败？失败！你袂讲伫台中遐做加工，做稳的一定会趁。吼，我哥为着要支持你去台中投资，伊搁甲银行借钱呢。慧君啊，好啊，讲这创啥啦？阿中，即摆迄边情形安那？你2000万吼，我会想办法赢你啊！什么？2000万拢了去哦？你敢知迄2000万有1000万是阮用回报做抵押，甲银行借的钱，你敢知？无紧啊，无代志啦，对。台中迄边，你赶紧去处理，台湾这边哦，交我啦，莫烦我，我有办法。啊无，我先来走，我明仔载赶去台中。哥，你有啥物办法嘞？咱一定拢无啥物钱啊！你是要摕啥去银行啊？时到时人转啦，无位哦，才是限时转啦，总是有办法的啦。好啦好啦，但是听咱讲，哎，哥，我现在出去要看慢一点哈。哥，你啊，尾仔送完，快紧转来啊！你唔知等我讲了嘞，哥。是安怎？亲吧。喂，哎，是。哦，要加上哦。好，啊，要啥物的？啊，要大盆的哦。啊，敢有电梯哈？无哦。好啦，啊，不你甲地址给我。我跳袂落来。无我
来啦。我来。三妹啊，我知影你即摆心肝真艰苦，啊，毋过咱去安怎艰苦，咱嘛要将这个扛棒给挺起来。我知影啦，这是你甲友德打拼出来的，啊，去毁伫我的手头。啊，毋过相信有一天，我你将这个扛棒哦，佮挂起你的啦。我听。水秀啊，小大姐。水秀，这扛棒哪会使跳啦？无听都无会，无度啊啦！即摆地哦变别人的啊，人要赶阮走啊！地哪会变别人的啦？水秀，阿珊，你甲我讲，我甲你斗想看卖啦，看有啥物办法会使挽回啦。唔免啦，我去啦。代志不到遮来哦，你去找伊嘛无路用啊。恁厝的生活拢是靠迄间会员人维持啦。那你以后要安怎啦？只有行一步算一步。何先生，多谢你送我这张钱啊！啊，毋过即摆会运行结束啊，我想我应该还你才对。袂用是啦，这青仔你还留来。当初我甲这青仔送互你，就希望你甲青仔同款，唔惊风，唔惊雨，坚强活落去啦。所以我希望你唔通失志，要继续勇敢的拼落去。我一定会勇敢拼落去的。喂，嘿，我是。哈？这时阵我是有另外痛苦，请恁节哀。哪样你啊？那我是真有代志啦！饮水的爱，饮水的爱。哎，宽丽，啊你坐在遐创啥啦？几点啊，阁唔困哦？我伫等妈妈啦。哎呦，唔免等啦，车阁无去啊！你妈妈即摆哦，伫外口处理一寡代志，凡是伫外口走做呢。来，困。阿妈，爸爸车行毋是好好，哪会无去啊？啥？你唔知哦？啊，你妈妈无甲你讲哦？妈妈甲我讲，爸爸车去修理啊。阿妈，你拄则讲的是真还是假啊？无啦，阿妈拄则讲的拢是乌白讲的。吼，来困，囡仔人哦，莫管大人的代志，来困。你创啥啦？我问妈妈。免啦，妈妈代志别人就等啦，你莫甲吵啦。我唔管，我问妈哎哟，你这囡仔真搞怪哈！我早咱讲实在，叫你莫甲吵。哎，快点啦！
侯先生，曾太太，多谢你帮我处理赔款的后事。你毋通安尼讲啦，嘛是为着我的代志，你才互陪阮一个人去送花，这来我真这种不幸。我陪阮做这个代志，嘛是应该。陪阮这查某囡仔实在是真好啊！以前哦，我都爱叫伊吃，定定甲伊搭水果。后来，我就变我一世个，想讲哦，我戒酒了后，会使好好把命，有缘甲伊做一好朋友。那即摆啥物拢袂有啊！那屁股命为啥物啊？你老母作弊啊！好人为啥物会遮地啊？死金毛哪会歹去死的啊？为啥物头家甲陪阮？我无公平啊！无公平！无公平，是会当安怎呢？一切拢是命。宽宁，啊，宽宁，啊，你哪伫遮困啊？宽宁，妈妈，是安怎啊？有啥物代志甲妈妈讲？妈妈，阿嬷讲咱的车行甲车拢无去啊，讲真是的。对啊，啊妈妈真认甲你讲，爸爸的车去修理哦，啊是骗你的啦，因为妈妈毋知要安怎甲你讲，咱的车已经无去啊。妈妈，咱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妈妈有怪你，你妈卖哭，妈妈也有怪你。哥哥，对不起你，拢是我甲你害的。我无应该叫你家己一个人去送伊耍花，拢是哥哥甲你害，你就袂发生意外。拢是哥哥甲你害的。你讲白啊！为什么你互我见陪阮上尾一面的机会，你拢唔叫我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陪阮，来进来，来进来。
还袂困啊？我咧等来一下，嘛等款你。我这日出去到头，生死拢唔知影。款你若我来讲的两句，我来就做伊走，四个拢找拢无，我要来安心的，要哪困得去？来，甲妈回身嘞，赶紧来。阿妈，失礼啦。妈，啊，款人即马回来啊，会当放心啊啦。你放心啊啦，恁囝倒来对你当然放心，要阮囝，你外口一点消息拢无，是生是死拢唔知影，你要叫哪会当放心的？会当放心啊啦。你放心啊啦，恁囝倒来对你当然放心，要阮囝，你外口一点消息拢无，是生是死拢唔知影，你要叫哪会当放心的？春秀，叫囡仔先去困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关人啊，先去房间困，妈妈念你来，吼。阿妈晚安，妈妈晚安。乖。春秀，你敢知影阿静啊是安怎要骗的？讲去淡薄要顾窗口，爱都做唔到代志，惊人骂伊啊。是惊你怪伊啦。假使讲迄个地早袂掉，咱厝就袂安尼煞困苦。迄个时阵就地内袂掉，大家嘛较好过。你嘛用我摕煞钱叫阿静做生意，嘛免互伊踮外口流浪。咱厝嘛袂变成甲安尼，土地起后煞怪去。这代志你敢有检讨过？妈，这个代志哪会当怪我啦？无怪你，我代志要讲清楚，你甲我听好哦。其他日假使讲，你若无为你想，你嘛当为着犯人想。假使讲，你若真是为着装甲好，你规家叫傻的，咱即摆啥拢无。所以有咱真心意要带你呢，拜托你目睭人生头壳顶的啦。假使讲有一天咱啥物拢无啊？目头倒转来要救人，人若切心，我就歪地你啊啦！无论我行到什么地步，我拢袂嫁予苏老板。好啦，你生真硬啦！我是好心甲你讲这话哦，你若唔听会用的，你也免想讲我好面甲你相伴。春秋，你安尼做，到底是为着什么？到底是为着什么？
交给你了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正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，樱花开甲满满是，桃源也在边。三明水手好景致，快乐的春天。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